好，指挥中心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指挥中心。喂，你好，听得到吗？喂，你好，指挥中心。喂，有什么事吗？你好。喂。你有事吗？我也是，我问一下，我问个事行吗？你说。我看到了一个那个通缉令，那个抓那个什么郭罗经脉的，那个一个那个和尚抓的，是不是？喂。回答呀，听得到吗？喂。喂。喂。